繼續來看這高雄有民眾講啉一罐這果菜汁飲料要加豉油片，所發現講內底有物件，加開甲看，竟然有一丸烏烏，驚甲要吐出來。另外，也有民眾講，第二間這賣冰的老店食到玻璃凍，衛生局已經介入調查。附着了很多霉菌或是真菌之類的那種感覺。消費者把這個烏色的物件夾出來，頂懸還有白斑，這是伊啉完的泡蜜果汁鋰箔包內底的卡，互伊想到就吐。覺得很想吐，然後也是蠻生氣，因為覺得這應該會影響到個人健康。陳先生這個月2日啉完泡蜜綜合果汁，要加鋰箔包試好扁，不過試袂平，加包裝加開才發現這個物件。飲料保存期限到今年11月還未過期，伊決定向食藥署、行政院南部行政中心也有業者等單位反映。不過到尾也是業者聯絡要回收伊手頭的產品，確認不是衛生單位。我會很願意提供給他我的聯絡方式，然後請他也同步可以拿這個檢體過去做化驗，因為如果只有讓廠商把檢體拿回去，有可能就是各說各話。高雄市衛生局解釋，當事人不是向市政府申請，已經有先調查賣場其他共製停產品無過樣，因為泡蜜所屬的公司不是在高雄，會送所管轄的縣市主管機關辦理。業者回應，第一時間查核這批產品的生產製停、品質檢驗記錄，也甲留樣狀況攏無過樣，會持續甲當事人聯絡，提供必要的協助。另外，衛生局嘛來高雄這間老字號冰店稽查，因為民眾反映，佇店來食酸冰的時陣食到保麗龍。業者表示，該異物係為店內裝芒果雪糕冰的保麗龍掉落所致，確實為該店疏失。市政府表示，檢驗現場的食材甲成品無過樣，不過業者坦白承認，民眾所食到的保麗龍是店內裝酸亞雪糕冰的保麗龍，確認有疏失，除了要求改善，嘛會照食安法裁罰6萬至2億。記者採訪報道。